高雄在地上河歌戏剧团到今成立29年了。剧团最近把这木人旧庙的古册戏重新改编，加入现代元素，变作是歌戏音乐剧，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。打定演员手提着道具，清查金丝丝，唱调甲传统歌戏无啥共款，嘛真有气势。高雄在地上河歌戏剧团今年这出年度大戏，是讲传统木人旧庙故事来重新改编，佮添一寡现代新的元素，将歌戏结合音乐剧，互观众目睭所看到的、耳孔所听到的有无共款的感受。对观众来讲，这是一个真新的一种试验啦，吼。就是讲，咱虽然用的是木人旧庙这个老故事，啊，毋过咱用的是一个新的概念，啊，佮有用一个现代甲地角的看时空的做法去甲它展现。啊，所以我感觉对观众来讲，恁等于是今日来剧场看一出歌戏，看一个音乐剧。上河歌戏剧团今年满29周年了。这出歌戏除了保留传统的气味，特别将武戏甲音乐剧斗做伙，来配合时代脚步，特别将传统歌戏创新改编，就是吸引少年人对歌戏有兴趣。观众唔单甲就是时代，我嘛希望会当互少年辈会当去来看歌戏，即摆歌戏到底会当变做安那？因为每一种演出其实伊拢在变，伊拢在变化。初地木人角角要伫16、17号2天开演，现代化歌戏，互这出戏真有看头。创新的表演，就是要互传统歌戏的出路愈来愈快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